大家好，我是倪佳莹。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，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，以表達對國家深深的感謝以及對香港深深的祝福。我今日能夠喺太空同大家見面，正正體現咗香港特區喺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帶嚟嘅珍貴機遇。身為香港特區首位航天員，喺執行任務嘅每一日，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而深感自豪，亦真切感受到國家建設航天強國唔單止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，同時亦都助力全人類共創美好未來。喺呢度，我衷心祝願香港特區喺國家嘅關心同埋支持下，更加繁榮穩定。讓我哋齊心協力，為祖國同埋香港更加美好嘅明天努力奮鬥。大家一齊加油！